何名圓滿報信？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，一支能滅萬年疑。莫視向前，已過不可得。常思以後，念念圓明。自見本性，善惡雖遲，本性無異。無異之性，名為實性。先係壇經三身之文，六祖之正見性，見性清淨，就是發身而來；見性功德，就是報身而來；見性變化，就是化身而來。化身而來，現在人人都有，必有就化㗎喇，必有你也是化嘅，有菩薩有婆夷都是化嘅，男居士女居士也是化嘅，向境啲人有小孩子都是化嘅，但是報身而來未曾有，發身而來亦未有。發身而來係父母未生以前，而何是你自己的本來嘅面目？呢個發身而來未有。報身而來呢，更未有。我哋所作所為都係人天嗰個果報，不實在嘅，所以不實在的果報呢，冇辦法圓滿嘅。如何得呢個圓滿報身而來呢？報身一定真實，真實方可以圓滿，虛妄不實不能圓滿嘅。所以佛教之正無為法。無為法呢，就不生不滅，呢個功德就可以圓滿。不知正呢個有為，有為就有生有滅，虛妄不實個福同埋禍，都是唔會有圓滿之日嘅，也是無常嘅。所以圓滿報身佛呢，我哋未曾有。假如我哋以六祖菩薩所講嘅話呢去做，亦會好容易得呢個圓滿報身法。何名圓滿報身？報身呢咁啊，報就果報，果報有圓滿嘅，圓滿一滿就永滿嘅，一圓就永圓嘅。呢個名為圓滿報身佛。因為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身佛，釋迦牟尼佛啲圓滿報身佛叫盧舍羅佛，在邊個地方成佛呢？係在華藏世界，在呢個大寶化王座。呢個蓮花有千葉寶蓮，盧舍羅佛坐在中間成佛啦。旁邊有1000個釋迦，1000個釋迦又化100億個釋迦，就1000個100億釋迦，1000個100億釋迦呢，在我哋娑婆世界成佛。天上1000個釋迦，人間呢就1000個100億釋迦，呢個化身佛啊！釋迦牟尼佛啲報身佛呢，係在華藏世界成佛，所以圓滿報身盧舍羅佛啊！釋迦牟尼佛啲法身佛呢，叫做毗盧遮那清淨法身佛，遍滿法界，猶如虛空。如果講佢成佛，只可以講佢成直光淨土咧，亦不是華藏世界，更不是娑婆世界，真虛空遍法界都是如來呢個法身啊！因此
成佛有成三個法，清淨嘅法身法，圓滿嘅報身法，千百億嘅化身法。現在講圓滿報身法，何名圓滿報身呢？譬如一擔能隨千年啱，呢個譬喻嘅，知道六祖所講嘅譬喻，一擔能隨千年啱，千年嘅啱都唔怕嘅，一擔就除咗佢，除咗佢咧，除咗千年嘅黑啱咧，呢個室就有光明啦，就見到光明嗰個室啦。有千年黑啱咧，光明嘅室咧你見唔到嘅。一智能滅萬年疑，呢個就發函，一個智慧咧能滅萬年嗰個疑次。譬如乜嘢咧咁？譬如我哋嗰個佛性，我哋埋咗咧10000年啦，有啲埋咗1億年，埋咗好耐好耐啦。咁點可以見自己嘅佛性啊？六祖話唔怕，唔怕佢埋10000年、1億年，埋無量劫，唔怕佢呢個疑次埋咗佛性咧。我哋可以求佛嘅智慧，一個般若智慧咧，能夠將10000年嗰個疑次嘅黑暗咧拖除，令你即時見翻自己本有嘅佛性。所以六祖話唔怕疑次啊，唔怕黑暗啊，唔怕埋啊，埋咗10000年都唔怕。好似呢個小孩子失咗父母100年都唔怕，可以揾翻個父母翻嚟。100年都可以揾啊！父母梗係在世界，只要你肯揾，會俾你揾到嘅。今日我哋個佛性咧，無量劫以來埋咗，我哋有智慧破無量劫以來嘅埋情，亦可以令我哋見佛性。佛性係真實嘅，從佛性起受咧，受1份就得1份，受100份就得1份，受圓滿就得圓滿。嗰陣時咪圓滿報身啦。如果揾唔到自己嘅佛性啊，任你點樣受都係人天嘅福，係無常生滅不實在嘅，點樣都唔得圓滿。你係啊，水中嘅熱不實在，你叫嗰個水熱圓滿，你熱呢？你滿呢？水熱話冇水的時候，連我都冇埋，叫我圓，叫我滿啊，唔可以圓滿嘅。水熱就不實在噶嘛，不實在點可以圓滿呢？天上嘅熱就實在啦，天上嘅熱咧，天熱啊，你圓滿咧得，初一15咪峨眉現，初8都係般現，15咧就熱現光滿。天上嘅熱係真實嘅，可以圓滿啊。水底熱係虛妄嘅，我哋人間嗰個福，天上嗰個福，做阿修羅嗰個福，虛妄嘅，點可以現人間嘅福圓滿呢？如果現人間嘅福圓滿啊，永遠你做國王，永遠你做大富翁啊！有個天上嘅福圓滿啊，永遠都升天啊！你唔使天福享盡又輪迴生死嘛。所以人天嘅福係幻化嘅，猶如水底嘅熱，點可以求佢圓滿呢？唯有天上嘅熱係真實嘅，可以熱然光滿嘛。因此一切福唔及見性嘅福。一切嘅功德唔及見性嘅功德，所以見佛性係真實嘅，然後受到圓滿。但佛性啊，埋咗好耐啦，埋咗億年啦。六祖話唔怕，有智慧就得啦。億年一擔能破千年啱，一智能滅萬年疑，滅咗萬年嘅疑次咧，即刻當時你見翻自己嘅佛性。嗱，佛性係真實嘅，佛性在生死而不染生死，佛性在輪迴而不染呢個輪迴。佛性入地獄，地獄嘅火燒佢唔到；佛性上天堂，天堂嘅五欲嘅染佢唔到。佛性在人間，生老病死苦，佛性冇生老病死苦。所以呢個佛性係真實，佛性有無量功德，從佛性起受6波羅蜜，
修萬行，萬德圓滿嗰陣時，佛性就顯現，叫做圓滿報身佛啦。所以一智能滅萬年疑，莫使向前，已過不可得。既然間我哋求佛性啦，我哋過去嘅事咧，我哋唔好理會佢。莫使向前，向前做乞兒都好，我哋莫使向前做乞兒，已過不可得，已經過去啊，就不可得啦。乞兒不可得，將來會做國王。嗱，呢個智洪武做嗨牛仔，莫使向前，已過不可得，後來做咗國王啊！你唔好諗實自己永遠就做嗨牛仔，嗨牛仔係過去嘅事嘛。現在咧做一個開國嗰個皇帝，智洪武係明朝呢個開國嘅皇帝咧，佢過去咪做嗨牛仔，莫使向前，已過就不可得嘛。我哋自己亦復如是，莫使向前，曾經落難，英雄莫問出處，落難莫問近由。我過去嘅事情呢，一概不可得啊！過去貧窮都唔定啊，過去冇父冇母都唔定啊，過去乞個食都唔定啊，過去打工都唔定啊，過去做奴僕，男為奴女為僕，佛在世啲時候，嗰啲奴僕出家咧都可以證阿羅漢果啊！所以過去莫使向前，過去做乜做物已經過去咗啦，不可得。過去是不可得，咁樣就過去唔使理會啦。啊，我哋有想成佛咧，唔好理會過去嘅事，過去事如幻如化。呢釋迦牟尼佛在世啲時候，有個道士佬咧，咁樣佢都出家證阿羅漢果啊！佢見到世尊嚟，佢擔咗嗰個肥，想避世尊，誰不知一撞就撞嚟嗰個破事嘅，嗰啲屎啊蚊塵啊晒。世尊話：你又嘥咗佢啦，就何咧又嘥咗佢啊！世尊啊，我咁窮，可唔可以出家？可以。啊，咁樣佢就出家。出咗家啲時候咧，咁人家話世尊，你做乜到一個道士佬出家啊？世尊話佛法平等嘛，四河入海，紅一鹹味，四聖出家，大名識知嘛。出咗家之後咧，通通都識知。出咗家都唔帶咧，以前個道士佬出咗家就哋個比較尼啊，可能國王拜你做師傅啊，嗰陣時你哋為國士一國之士啦，就國王都拜你啦。所以過去事情切莫執着憶念，不要憶佢。過去不可得嘛。舊年嘅事可唔可得呢？唔可以得。前年嘅事可唔可以得？更唔可以得。前世啦，更不可以得。前世我可能做個牛，做個馬，係咪？做個豬啊？咁咪前世係還債嘛？還人之後就唔做咯。過去事就不可得。嗱，莫使向前，已過不可得。常思已後，念念圓明。過去事不可得啦，咁樣咧未來嘅事點樣咧？常思已後，我要求見佛性啊，可以見佛性係有方法嘛？如果冇方法嚟見佛性咧，釋迦牟尼佛成佛咧，度咩眾生啊？有方法嚟見佛性嘛？所以常思已後，念念圓明。你有個念法，念都念法，念到圓明，念到一心不亂，念到心不顛倒，念到化開見佛，嗰陣時你哋即見本性啊！念念圓明，我持戒，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念都持戒，持到見個戒體，戒體清淨，本源自性清淨，你又見到自己個本性啦。念念持咒，持咒啊滅罪生福，持到得呢個陀羅尼，陀羅尼一現前呢，嗰
嗰陣時持咒就言明，持咒言明，你亦見自己嘅本性啊！就算拜佛都好，日日拜到拜佛功德言明，拜到觀音菩薩都喐，拜到觀音菩薩咧都講話。我哋江洞呢個落華修台啊，有個嗨牛仔啊出家，師父叫佢拜佛，拜咗15年，觀音菩薩就開口啊，善男子，你拜我求乜嘢啊？個師父話我親啊，叫我求智慧啊。觀音菩薩笑笑地，你飲咗佛前嗰杯水啊，飲咗佛前嗰杯水啊，六根清淨，身心都自在，就得智慧啊！翻嚟供師父嚟談佛法，師父都鹹死咗，徒弟都勝過師父啦。呢個咪念念言明，自見本性啊！所以修行唔難，難在咧心不見，心見咧念念都念痴在痴嘛。參禪的人念念都看話頭，看到啦行不自行，坐不自坐，日夜打成一片。參禪嗰個儀情嘅念念言明，撲着空着，又悟咗道啦。所以昔日靈雲禪師啊，佢喺度荷花，陳憲嗰度荷花盛開，佢一下子就俾佢悟咗道。但佢參禪參咗30年啊，念念言明，看一個話頭啊，看咗30年啦，見嗰個荷花開，佢就悟道，佢就識得修戒啊。30年來尋劍客，幾為落葉又抽枝。自從一見荷花後，直至而今更不移。見到自己親生嘅父母，見到自己嘅本來面目，見到自己嘅佛性，呢個係我嘅本性。喊親切唔係我嘅本性，千曲疾忌唔係我嗰個本性啊！剛強唔係我個性，柔弱唔係我個性，呢個就係我個佛性。所以咧，直至而今更不移啊！呢個係真性嘛，真性咧見到咧就唔會再移啊，唔係假噶嘛。所以成佛咧又靠呢個真實嘛，真實功德我可以成啊，假嘅功德是不能成嘅。因此念念言明，自見本性。見到本性嘅本性係佛性，我哋一切人都有佛性，我哋埋咗呢個佛性起無明，由無明不覺生三世，經界為緣長六草，就作生死嘅業，苦海無有了期。所以我哋想出生死，想消除業障，想脫離呢個妄想嘅煩惱開，一定要見性。自見本性。本性怎麼見呢？念念言明，只要我哋用咩功德，念念言明，咁樣啊。嗱，過去有一個有婆姨呢句事啊，受咗5戒啊。佢啊問師父，我做居士用咩功好咧？咁啊，師父又麻麻地，我教你6字大黃咒啦，咁啊。點樣教我啊？係咩咒？係觀音菩薩6字大黃咒咁啊！你教啦，師父，我一定係依教奉行。師父教啊，你幾斤嚟啦？啱埋呢班嚟熬嗰個徒弟咧就信咗10足，啱埋呢班嚟熬。念幾多啊？師父一日念一兜黃豆，佢咪念一兜黃豆咯。啱埋呢班年熬，執一粒黃豆過個呢個羅嘅事，啱埋呢班年熬，又執一黃豆就嗰事。念到1年呢，嗰啲黃豆話：你唔使執啦，我自己跳落嚟，你念就得噶啦。咁樣佢就念，嗰啲黃豆就跳咯。唔使自己執。咁樣咧，念咩都言明，黃豆都自跳啦。呢個就念念不退嘛，念念言明。第一念唔及第2念好，第
大念唔及大三念好，百念唔及千念，千念唔及萬念，念念都圓滿光明，得見到自己嘅本性啦。嗱，即見本性，本性係真實嘅，善惡隨持，本性無異。善惡因善就有惡，呢個惡嘅係因善而有惡，因惡而有善，因善有惡啊！呢個惡會改嘅，因惡而有善，呢個善會退嘅。即係個善呢係因惡而有善，呢個善呢係對待假嘅。因惡而有善呢，呢個惡係嘢是假嘅，對待假噶嘛。對待假呢，所以離善就冇惡，離惡就無善，善惡隨持，本性無異，本性係真實嘅，本性無善亦無惡嘅。所以我哋個佛性呢，唔係善又唔係惡，離善離惡，嗱本性都無異，凡聖隨持，本性無異，生佛隨持，本性無異，二智隨持。二次咁咪智慧係兩個，但本性啊無有兩個。二次啲人可以得智慧，智慧啲人呢，下人、上人有莫二智，又可以變為二次。所以善惡隨持，本性無異；明暗隨持，本性無異。明來就暗滅，暗來就明滅。明暗隨持，本性無異。所以呢個虛空呢，就明暗之性嘅。太陽一出，光明遍滿虛空，虛空唔係光明啊！如果虛空係光明啊，永遠係光明咧。咁點解日落的時候咧，都唔見光明咧，就見黑暗咧？日落的時候，黑暗又遍滿虛空，虛空唔係黑暗啊！虛空唔係明唔係暗啊！日出虛空就光明，日落虛空黑暗，虛空哪裡是明暗呢？所以我哋人人啊見光明咋，個個都見光明，見黑暗，虛空見唔到啊！未曾有一個人見到虛空，明暗隨持，虛空無異，虛空非明非暗啊！我哋見光明見黑暗，邊時會見到個虛空啊？光明來黑暗滅，黑暗來光明滅，呢個生滅係有為法嘛？虛空呢非明非暗，明來虛空不明，暗來虛空不暗，明來虛空又明，暗來虛空又暗，呢個虛空啊非明非暗啊！呢個虛空係真實嘅咧，明暗就虛妄嘅。點一盞燈就光明，熄咗盞燈就黑暗，光明黑暗從緣而生，無有自性，無有光明黑暗嘅自性嘅，其性本空，空性就真實嘅。因此善惡隨持，本性是無異嘅。嗱，呢個善人，善人見性，本性又非善，惡人可以見性嘛？如果個性係善啦，惡人就見唔到咧。為乜惡人都可以見佛性呢？惡人就見佛性，善人就見佛性。善人惡人雖然見時，見呢個佛性，佛性就無異。嗱，本性無異，無異之性就名為實性，非善非惡。呢個無異之性，呢個係真實性嘅。虛空呢，非明非暗，所以虛空係真實嘅，但係唔容易見到。實性係難就難就見唔到，見到呢個虛空嘅性就好啦。所以《楞嚴經》呢後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淨般然，周遍法界，隨眾生心，循業發現。呢個性遍滿虛空，性色就真空嘛。性空係真色嘛，清淨般然，周遍法界隨眾生心，循業發現嘛。所以我哋想成佛，一定要揾到呢個真實嘅，捨離呢個虛妄嘅。梁武大做一世國王，見到
達摩祖師啊，佢朕一世都布施、齋僧、印經、建寺，有何功德？達摩祖師話：千無功德。點解冇功德？千係人獻小果，有漏自印，異應隨形，雖有不實。祖師唔會講妄言嘛，異應隨形，雖有不實嘅咩？呢個不實在嘅，只可以係人獻嗰個小果，人獻個福。人獻個福係咪實在嘅？大家想下啦，我在人間咪享福，幾十年就冇咗啦。呢個福唔係實在嘅福嘛？上天咧享福，享人之後咧又輪迴啦。天福嘢是不是實在嘅？不實在個福嘅，點可以稱為功德咧？所以達摩祖師話咩叫做真功德？達摩祖師就講啊，正之妙言，態之空寂，而是功德，不以細求。呢個就佛性啦。正之妙言嘛，本性無異啊，善惡隨持，本性無異，無異之性名為佛性啊。正之妙言，態之空寂，而是功德，不以世間求。世間求唔到，世間係有為嘛，生滅嘛，何來有一個正之妙言，態之空寂呢？世界人見明見啱，連個虛空都見唔到呢？邊個見到虛空呢？你話俾我聽，見到光明，見到黑暗，虛空見唔到咧。一個明暗兩忘嗰陣時，你就見到虛空。但係你念佛啦，念到光明黑暗啊，兩下忘咗咧，你就見到呢個虛空啦。參禪亦得，參到真妄兩忘，亦見到呢個實性，亦見到呢個空性，亦見到呢個本性啊。所以無異之性就名為實性，以實性中不染善惡。實性咧，對呢個善又唔染，惡又唔染，佢係真實噶嘛。染得你個善就染得你個惡啦，染得你個惡就染得你個善啦。善惡兩忘，善惡佢都唔染，唔染啊，因為佢自己係真實噶嘛。所以以實性中不染善惡。嵩山有位禪師叫做尊極和尚，有個僧人問：請問和尚，如何是鬥善行人呢？佢答：披枷戴鎖。如何是大惡行人呢？參禪入定，修禪入定噶嘛。佢話弟子咧近斷，請師父直說噶嘛。你問我善就善不從惡，你問我惡，惡不從善。良久，你會唔會意啊？咁啊，佢不會，不會啊！善人都無惡心，惡人都無善念，善惡而浮雲，俱無希滅趣。當下佢就見到自己嘅本性，即時禮拜，乃下。自性唔係善惡咧，善人都無惡念，惡就空咗啦；惡人都無善心，善性空啦。善惡又要浮雲，來來去去，東邊去到善，西邊走到惡。善惡而浮雲，俱無希滅趣。浮雲就冇希冇滅，善惡亦無希無滅噶嘛。善惡係虛妄噶嘛，有個善又真實嘅永遠嘅善呢？點解又有啲人退善呢？惡是虛妄，是真實嘅永遠嘅惡呢？點解要改惡呢？惡可以改，惡就唔係真實嘅；善可以退，善唔係真實嘅。人獻嗰個善惡嘅係虛妄嘅，所以人善惡嘅果報嘢係虛妄嘅。所以我哋唔好怕苦。苦啊，苦一個時期咧就過咗就冇啦。我哋唔好話享福，福享得幾耐啊？享嘅時期咧咪又過去，何不唔見性呢？見自己嘅佛性，享佛性嘅福啊，享佛性嘅味啊，享佛性嘅功德啦。所以《妙法蓮華經》又以眾路
建立家宅，五育自治。嗰個老豆揾個仔揾唔到咧，半路咧佢哋起個屋，起個大家宅，以五育嚟自治。五育就自性嘛，自性有無量功德，享自性嘅福，唔享人天嘅福，唔享呢個疑幻疑化世間嘅福。所以自見本性，以實性中不染呢個善惡，不染善惡呢個實性係真實噶啦。此名圓滿報身佛，呢個實性咧漸漸現，漸漸滿。咁樣嗰陣時咧，就個別仇人就變咗圓滿報身佛啊！實性得呢個圓滿報身佛嘛，唔係善惡得呢個圓滿報身佛嘛。啊，善惡就人天嗰個果報，地獄嗰個果報就惡，人天嗰個果報就善。善惡梗係虛妄不實嘅嘛，所以實性之後冇虛妄不實嗰個善惡，不染善惡，只有真實功德，真實功德圓滿就報身佛。報身佛有咩真實功德啦？慈悲喜捨啦，呢個報身佛嘅功德啦。摩般若嘅智慧啊，呢個報身佛嘅功德啦。或者解定慧波羅蜜，呢個咪報身佛功德。所以真實功德圓滿，此名圓滿報身佛。因此我剛才所講，我哋現在人人都有化身佛啊！我哋而家嘅身體係化噶嘛，化男化女，化比丘化比丘尼，化有婆塞有婆夷，化為居士，呢個化身啊，報身佛裏面有啊，法身佛亦未曾有啊！啊！見到自己本來面目清清淨淨嘅，咁啊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、不垢不淨嘅，呢個係我哋個法身佛啊！所以三身佛之中，只有呢個化身佛。你現在化為一個人啫，來世化乜我唔知道咯。可能化到上天，化到極樂世界更好，再蓮化嗰陣時咧。你個化身佛化到阿彌陀佛嗰時去咧，所以此名圓滿報身佛，自性起一念惡，滅萬劫善因；自性起一念善，得行沙惡陣。上來見實性，實性就係圓滿報身佛。見咗實性以後又如何呢？所以見性咧，見性你然後修行嘅。初初就見佛性，見到佛性之後咧就修啦，一直修到圓滿。自性起一念惡，見佛性啊，自性有個起一念惡啊，滅萬劫善因。見到見性嘅人咧唔敢起惡嘅，有個見性起一念惡，滅萬劫嗰個善因，等於做國王唔能夠起一念惡嘅。做總統咧都唔可以起一念惡嘅，起一念惡嘅人家柴害啊，掹佢落海嘅。見性啲人咧唔會起一念惡，所以諸佛菩薩冇一個起一念惡，歷代祖師唔會起一念惡，佢見性嘛。有個自性起一念惡，能滅佢萬劫善因嘅。就算我哋出家人都唔敢起一念惡咧，起一念惡啊，百年刀坑一照就喪咗啦。唔怕你幾好，如果你做一次壞事啊，前頸光都前晒啦，你就倒霉啦。你以前嗰面啊念幾十年佛都冇用，頂唔住啦。所以自性起一念惡，滅萬劫善因；自性起一念善，得行沙惡陣咧。見佛性，自性係個起一念善，阿彌陀佛。念一個阿彌陀佛，行沙呢個罪惡嘅一時消滅。所以見性嗰個力量幾大啊！有個求人超度父母啊，再好求呢個見性嘅大德嚟超度。佢念一念善咧，行沙惡就陣咗咯。所以見咗性之後，只有起善念，唔會起惡念。起惡念咧，佢滅咗萬劫善因。制唔制？佢一定唔制嘅。所以歷代祖師啊、諸佛菩薩冇過起惡念嘅，佢見性嘛。起一念惡咪滅萬劫善因啦，咁實虧啊！
起一念善咧，得行殺惡盡。所以智佛菩薩歷代祖師咧，個個咧念念都講善，佢起一念善，得行殺惡盡，直至無上菩提。念念見性不起惡，念念見性起善。起善呢，就善就圓滿，不起惡嘅惡就消滅，惡盡善現。嗰陣時佢哋證無上菩提，直至無上菩提，念念都自見。見咩啊？見佛性啊！自從見咗佛性以後，知惡亦見佛性，起善亦見佛性，知善受惡，知惡受善亦見佛性，直至無上菩提，念念都自見，見佛性。見佛性的時候，不失本念，不失佢在錯見佛性嗰個念。在錯見佛性咧，後嚟知惡亦見佛性，受善亦見佛性，拜佛人哋見佛性，誦經係見佛性，布施係見佛性。唔論佢受六道受萬行，念念都見翻自己嘅佛性，不失本念個佛性。我舉個譬如俾大家聽啊，有香港幾十層大廈，佢錯起就起大一層，起大一層，起大層，起大二層，起大二層咧，佢下咗大一層係穩唔穩陣？如果唔穩陣，我唔起大二層啊，穩陣啦咁啊！起咗大二層咧，佢再起大三層，大三層佢望下大一層係穩唔穩陣？啊，穩陣啦，起大三層。而是起10層，佢都望大一層，係穩唔穩陣？起到50層，佢更加要望一望大一層穩唔穩陣。如果大一層唔穩陣啦，佢就50層佢唔起，起到49層佢就算數啦。所以見性亦復如是，第一次見性，以後一直受，念念都有見性，不失本念。不失在錯嗰個見性嗰個念，咁樣嘅，所謂成佛，亦不過不離初心啊！自己係不離初心，佢唔離開初心嗰一念見性嘅成佛，而係是見佛性，不失在錯一念見性，果必酬因，所以名為報身。在後見性咪屬於果咯，在錯見性咪因啦。在後見性咧都不失在錯見性，呢個咪果必酬因呢，所以名為報身，名為報身。善知識從法身思量，即是化身。法身係空嘅，清淨嘅，清淨法身猶如虛空，遍滿法界。法身呢一思量，就變為化身佛啦！一思量嘅化身，釋迦牟尼佛一思量，從法身思量千百億化身，就娑婆世界度眾生。釋迦觀音菩薩從法身思量32應身，十方國土無剎不現身。地藏王菩薩從法身思量，一個地獄一個地藏。無量嗰個世界，無量嗰個地獄嘅，都有無量嗰個地藏呢個化身。現在我哋咧咁樣，一化你又化為比丘尼，佢又化為優婆塞，佢又化為優婆夷，我自己本人就化為比丘，咁又話化身。還有小孩子嚟聽經咧，就化為嗰個沙羅果，呢個咪化身。法身思量，即是化身。念念自性自見，即是報身。化身佛咧修行啦，修行念佛，念念都見自己嘅自性。化身佛咧持咒，持，念念都見翻自己嘅本性。其實修行完全係嗰個化身佛嚟修嘅。法身清本具唔講修嘅，報身咧又靠呢個化身嚟修。我哋咁晒化為一個比丘尼嚟修行，希望咁晒見佛性呢個化身啊，或者來晒化為呢個優婆塞、優婆夷咁樣嚟修行，亦希望念念見佛性。
把大三界化為一個國王、天王、龍王、夜叉王，念念修行，見翻自己嘅佛性。所以修行完全係靠呢個化身佛嚟修咧。嗱，從法身是量，即是化身佛。由化身佛咧，念念自見自性。化身佛咧，念念可以受到一心不亂，一念萬年見翻自己嗰個佛性，念念自見自性，自見再錯一念見性嘅，呢個就報身佛。念念見性嘅報身佛功德係增長啦。究竟見性嘅，報身佛就功德圓滿啦。嗰陣時咧，華藏世界大寶法王座，你可以坐在上邊成佛。報身佛嘛，報身佛華藏世界成佛嘛，係咪？即係千佛繞毗盧，坐在華藏界一成佛咧，一千個佛嚟圍繞你，千佛繞毗盧。因為華藏界成佛嗰多年化一千業嘛，一業就一如來，千業咪千如來。叫做千業要千佛繞毗盧，呢個就報身佛嘛。報身佛就矜貴啦。自悟自受自性功德是真貴業，自己悟佛性，自受佛性嘅功德，從性起受，受得有功，性得顯露，成受不易。一朝直入如來地，呢個真係貴業。所以貴業唔係咁簡單啊！我哋詐個人興貴業佛咁樣貴業啊！有真係自悟佛性，自受佛性功德，一直受到成佛，呢個名為貴業啊！是真貴業。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舍宅，不言貴業啊！我哋呢個皮肉咪肉體啊！我哋現在呢個身體係個皮肉，係一個色身嚟嘅，父母所生嘅色身。色身呢係佛性所具嘅，所以色身屬於舍宅。色身係一個舍宅嚟嘅。呢個舍宅係做屋嚟住嘅，做幾十年啦，極其量咧。70年、80年、90年咧就爛啦，你又還俾人啊！所以色身是舍宅，不可言貴，唔係貴於呢個色身啊！貴於邊個？但悟自性三身，貴於呢個三身而來。三身就係自性，自性清淨就係法身，自性功德就報身，自性變化就化身啊！但悟自性三身，即識自性佛。你見到法身功德化變化咧，你就見到呢個自性佛啦。即識自性佛，唔有一無相眾。六祖喺度講見佛性，佛性係無相嘅，無男女相，無來去相，無生滅相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佛性係無法相，亦無非法相。呢個然後見佛性。佛性咧就無相，所以六祖咧就想人人見佛性咧，就設呢個無相嘅戒宗。唔有一無相宗，若能誦持，言下令你即劫埋罪，一時消滅。假如有人能夠以呢個無相嚟誦嚟受持咧，言下好快。講話都俾佢持，嗰個話俾人講完咧，嗰個罪就消滅啦。言下令你即劫無量劫以來嗰個埋惑之情所做呢個惡罪咧，一時都消滅。縱然埋人受福不受道，自然受福便是道。布施供養福無邊，心中三惡原來做。六祖提醒我哋啦，佢賣人賣什麼東西？賣咗自己嘅佛性，
唔係埋煩惱啊，煩惱個個都知道，而唔係埋貪嗔癡，貪嗔癡人人都有啊。埋就埋咗個佛性，埋咗佛性嚟做人都好啦，只怕埋咗佛性嚟做鬼呢，埋咗佛性有啲上天，但係我哋做人呢，都係埋咗佛性，在呢個人類嗰次嚟輪迴嗱，埋人咧，埋咗佛性啦，佢就修行咧，就受福啊！佢哋希望得人間嘅福、天上嘅福，做人啊，梗係有喺到人家榮華富貴，係咪啊？大富大貴亦相着嘛，榮華富貴可以受到嚟，受福就得啦嘛。所以埋人咧，見到人家富貴，自己咧就相着有受福啦。埋人受福不受道，埋人咧想享福嘅，佢唔想了生死嘅，佢又唔想成佛嘅，佢又唔想出苦海嘅，所以佢唔受道。埋人咧個個都係受福，尤其是香港啲人有福，希望保持呢個福嘅長久啲，所以個個人咧都受好多福咧。埋人受福。但不受道，道啊唔受，道係乜嘢？道佢見唔到啊！點咪見得到啊？虛空都見唔到咧，見到個明暗，見到光明，見到黑暗，虛空都見唔到，道亦見唔到啊！佢見到只個福，見到只個罪，罪福見到，罪就地獄惡鬼畜生，自交牛羊俾人殺俾人食，呢個就罪，俾佢見到。福嘅就講有錢人。有錢人咧，自行樓坐車，坐步步車，咁樣嘅坐私家車，哇！真係好啦。咁樣咧，佢見到嗰啲福，佢咪受福咯。問下你點解咁有錢啊？錢晒咁咪受福嘛。我咁晒受福啊，得唔得啊？得，你咁晒受福來晒，你咪去享福咯。嗱，埋人受福，但不受道，佢揩唔到呢個道。有幾多個肯了生死啊？好多人話唔好了得生死，我哋來晒還去做朋友，做好朋友，了得生死就冇得做咯。所以咧，受福個個願意受，受道都唔願意受啊！所以六祖嗰個釋迦牟尼佛都對阿難尊者講咧：你千年受惠，不如一日學道。話呢個阿難，你千年受呢個智慧世間嘅智慧嘛，多聞大一，你不及一日學道，一日學道你了生死，出三界，出科集，證阿羅漢果啊！所以呢個受道咧，道係無為嘛，福係有為嘛，我哋弄清楚，埋人受福就不受道，自然受福便是道啊！即係埋人受福啲時候咧，佢話自己受道啊！好多人受福啊，當為受道。我小孩子啲時候咧，見到人，我今日食齋喎，哇！食齋好厲害啊！佢食齋就當為受道啊！我今日咧真係拜神咯，我拜神啊！拜神咧，佢認為自己係了不得咧，係咪？年初一咧還好笑，個個咧。家家戶戶都食齋，年初一咧，我哋鄉下個個都食齋咧。尤其是我哋做生意啊，年初一啊，嗰一日都食齋。食齋咧就拎一棵生菜，拎兩條鯉魚。我做乜嘢啊？我生財嘛，一年都生財嘛，鯉魚嘛，有利有利有魚，有利就有魚嘛咁啊！我點啊？嗰兩條鯉魚點樣啊？放咗佢啦咁啊！我嚟放啦！我回到開頭放嗰兩條鯉魚打幾個圈咧都唔肯走。第二日咧我就開始食素啦。我就所以咧在家人個個都話受福，就當佢係受道食齋啊咁啊，嗰日了不得噶啦！之後拜神啊了不得啦！年初一食齋啦，放兩條鯉魚啊了不得噶啦！即係自然受福，便是受道。般
布施供養福無邊。果然間用財嚟布施，用物質嚟布施，供養三寶，供養父母，係嘛？布施貧窮，做福利嘅事業，呢個福的確係無邊啊！布施供養福無邊啊！咁樣心中三惡原來做，佢布施供養嘅福係邊個做咧？係咪佛性做咧？係佛性做得好啊！不自相布施啊！佢唔係佛性做咧，係佢心中三惡，第一個惡貪啊！佢想得福，想得人天嘅福啊，想來世啊富貴發財，所以佢咁晒就布施，由呢個貪心去布施，用呢個貪煩惱去布施，心中貪煩惱去做。第二咧，嗰個惡咧就親煩惱嚟做。點解佢布施供養咧？親咩啊？親貧窮，佢唔想貧窮，佢話貧窮貧得咁苦，我想賣咗佢。好鬧嗰個貧窮，佢唔學呢個儒家，君之安貧得道，安貧修道。佢唔捱得貧，佢想趁限自己貧窮，所以有好多人窮得起親心啊，唔係親人啊，親自己啊，趁自己咁窮。不如賣咗啲窮佢，趁窮離開嗰個窮，唔想窮，起親心離窮，佢哋就布施就供養，果然間布施供養，佢就離咗呢個窮，滿佢個親心離咗呢個貧窮，所以為親而布施供養求福。第三個惡嘅就痴，疑痴。疑痴本來都無我，佢認為有我嘅，認為有我將嚟有我嚟享福，係咪？所以朝而晚肉，日日都食豬肉，佢話享福咧。咁樣話有錢啦，咁樣就咁樣就富貴榮華，咁樣係享呢個福。嗱，心中為慳而布施供養求福，為親限呢個貧窮布施供養求福，為痴有我嚟享呢個布施供養貧窮嗰個福，三個都係貪嗔痴嚟去做嗰個布施供養，所以心中三惡原來做。咁樣咯，點解知道三惡原來做咧？大富翁有錢的人咧，就應該就冇三惡咧。佢以前係三惡嚟做，所以佢做一個大富貴的人咧，佢還有呢個貪嗔痴嗰個罪。如果佢個福唔係貪嗔痴罪咧，佢得福嘅時候唔會有嗰個貪嗔痴。佢還有貪嗔痴，可知道咧，佢呢個福係由呢個貪嗔痴嚟做。做國王咧，做國王嘅福佢再大，而家是貪嗔痴嚟做。既然貪嗔痴嚟做咧，將嚟做到國王咧，佢個貪嗔痴都未曾離開。咧有啲國王國王都已經係有財啦，還有刮石攞百姓嘅錢財，咁個貪心幾大？有啲國王嘅天資一怒，服侍萬里，哇！殺1萬里咁遠嗰個人，呢個親還在咧。心中三惡原來做，咁樣咯。國王咧都有刺到唔想死，佢唔想自己死噶，所以就是漢朝嗰個漢武帝，佢都做國王，都做得非常好咧。佢都有咁刺嘅，話我希望唔死，就派人去求呢個不死嘅酒。不死嘅酒，俾人家佢，好耐然後將呢個不死嘅酒就拎翻嚟。東方朔係個賢人，飲咗佢啲酒打爛佢嘅酒瓶，咁樣佢哋又殺呢個東方朔。東方朔話：你嗰啲酒係不死酒啊！我而家飲咗俾你殺就死酒，唔係不死酒。佢話咁樣啊！世界上哪呢不死嘅酒咧？俾人家你騙你，所以佢賜起嚟都求呢個不死嘅酒。
呢個做國王國福嘅，上車都係喊親賜言來做，以將受福欲滅罪，後世得福罪還在。係咪我哋受福啦？希望受呢個人天嘅福、人間嘅福，滅咗個罪，滅咗喊親賜嗰個罪，希望受福嚟滅罪。呢個罪滅唔滅呢？有個罪呢個福能滅罪咧，嗰啲有錢人個個都冇喊親賜，但係有錢人個喊親賜啊，與老百姓啊差唔多，與呢個窮人咧唔差得幾遠。所以以將受福欲滅罪，後世得福罪還在。後世得福嘅時候咧，喊親賜個罪啊唔肯走，話你個福係我叫你做嘅，我喊而叫你受福。我親而叫你受福，我賜而叫你受福，所以你咁就得福的時候咧，我呢個喊親賜嘅罪啊，唔會離開你嘅。所以後世得福，喊親賜嗰個罪依然存在。但向心中除罪現，各自性中真懺悔。咁啊，後世得福，呢個喊親賜嘅罪都還在，點能夠除咗喊親賜嘅罪咧？但向心中除罪現，你有心啊？咩心？念心啊！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嗰個相續係你嗰個心啊！你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可以持戒啊！你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可以念佛啦！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可以念一四句戒啊！受持一四句戒啊！你但向你個心中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不被喊欲染你就除咗得個喊煩惱嚟。你可以唔歡迎佢，我個心清淨，我唔要你個喊煩惱，我不染你個喊煩惱。念前念、今念及後念，念不被喊欲染，喊煩惱除咗啦。前念、今念及後念，念不被瞋恚染，呢個瞋心煩惱就除埋。前念、今念及後念，念不被疑刺染，疑刺煩惱就除埋啦。嗱，所以但向心中念清淨，念持戒，念佛，念法不染嗰個喊親癡。喊親癡係最自然嘅，做最自然就喊親癡。冇喊親癡冇人做罪嘅。喊親癡無始劫以來令我哋做無量咁多罪嘅。所以但向心中除咗罪現，念清淨，不染呢個喊親癡。心呢不染喊親癡，呢個心就清淨。喊親癡個罪現就除咗。但向心中除罪現，各自性中真懺悔。一切法都有自性，自性係空嘅。一切法嘅自性係空嘅。妙法蓮華經講：自佛兩足轉，自法常無性。一切法都冇自性嘅，自性係空嘅。喊無喊個自性，喊個自性係空嘅，空呢下冇喊嘅。喊不見自性咧就有喊，喊見自性啊，自性係空啊，冇嗰個喊，嗰個喊自己就滅咗咯。所以各自性中真懺悔。瞋呢？瞋嗰個自性呢？而家是清淨冇瞋嘅。見自性的時候，瞋心就滅咗咯，不滅而自滅。所以見性就滅罪，滅咗呢個瞋嘅。瞋嘅自性就空到無咗呢個瞋心嘅。瞋無自滅，呢個瞋心就滅咗啦。疑刺嗰個自性呢，也是空嘅，空無疑刺，疑刺無，疑刺就自滅嘅。自性呢後冇呢個喊親刺嘅。所以一切法咧以空為性，空呢後冇一切法嘅。嗱，我哋念大悲咒咧，嗰個性都係空嘅。我哋大悲咒而家放到邊啊？放到心呢後咧？有冇啊？冇嘅。
大悲咒嗰個性係空噶嘛，如果係有啊麻煩咯，食飯就坑驚咯，嗰個往生咒念唔落去啦，佢塞在入邊嘛。大悲咒嗰面嘅自性係空嘅，一個字都冇，半個字都冇，佢唔會阻我哋念往生咒，唔會阻我哋念呢個靈驗咒。一切法自性就空噶嘛。我哋無始劫以來做呢個殺盜淫妄等罪，空唔空呢？如果唔空啊，放在邊時咧？內外中間都見唔到，自性是空噶嘛。一切法嘅自性是空，我哋凡夫咧就唔見一切法嘅自性，見一切法嘅自性，一切法就自度、自滅、自空啊！所以覺自性中真懺悔，即是慳煩惱自性空，無慳自滅，懺悔咗咯。瞋煩惱自性空，無瞋滅啊！呢個瞋嘅罪又滅咗啦。痴煩惱自性空，無痴滅自度，自己度得自己。嗱，覺自性中真懺悔，忽悟大乘真懺悔，隨邪行正就即無罪。忽然間，我哋悟到呢個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咧有呢個真懺悔，從心下修，所以普賢有個懺悔戒嘛。罪從心起就將心參，心入滅時罪亦亡，心亡罪滅兩俱空，是則名為真懺悔。所有一切嗰個地獄餓鬼畜生生死輪迴嗰個罪咧，都由呢個心做，意指嗰個心一滅，呢個罪滅啦。貪嗔癡嗰個心一滅，貪嗔癡所做個罪亦是同時滅。所以罪從心起就知貪嗔癡嗰個心，罪從心起，從心參，心入滅時罪亦亡。貪嗔癡嗰個心一滅咧，所有一切嘅罪咧都滅咗。罪亡心滅兩俱空，罪又亡心又滅兩俱空，是則名為真懺悔。咁樣嘅罪又滅，心又滅，做罪嗰個心滅。心所做嘅罪又滅，呢個真係懺悔啦。做罪嗰個心滅咗啦，以後唔會再做罪，咁咪真懺悔。忽悟大乘，咩講大乘咧？大乘係講自法嘅實相嘛，小乘係三法印嘛，無常無我涅槃寂靜三法印嘛，大乘係一法印嘛，自法嘅實相嘛。法華經講。我以相而五身，光明照世間，無量眾所尊，唯識實相因。嗱，呢個就講實相嘛。咁樣普賢菩薩咧，就有一首戒，係講懺悔嘅戒。嗰首戒咧就大乘懺悔，一切業障開，戒從妄想生。若欲懺悔者，端坐念實相，罪業而喪路，唯日能消除。若六根清淨，則戒相成就。呢一切嗰個業障開啊，業障又大開咁多。戒從妄想生，貪嗔癡嘅妄想而生起嚟。若欲懺悔者，端坐念實相，打坐觀嗰個實相，觀實相，觀一切法嘅自性。觀實相嘛，罪業而喪路，罪業好似嗰啲喪路一樣，唯日能消除，唯日一出就消除呢個上路啦。若六根清淨，則戒相成就。呢個就忽悟大乘實相個懺悔嘅，所有一切罪、一切造罪嗰個心啊，同時滅了。嗱，忽悟大乘真懺悔啊！隨邪行正即無罪，懺悔以後咧，嗰陣時會唔會再造罪啊？唔會啊，冇咗貪嗔癡嗰個煩惱啦。隨邪行正，單隨邪而不行正都還有罪；若果行正而不隨邪咧，亦有罪。
除咗邪要行正嘅，嗰陣時就無罪啦。從性起受，除邪見，行呢個戒定慧六波羅蜜，即無罪。學道常以自性觀，即以自佛同一類，唔早為循此頓法，普現見性同一體啊！學道我哋求無上佛道，就是求法身而來、報身而來、化身而來、三身而來之道。我哋學道常以自性觀，我哋學咩道都有觀自性。念佛我哋阿彌陀佛有觀，念佛是誰念呢？觀嗰個自性。行路亦有觀自性，是誰行路？拜佛亦有觀自性，是誰拜佛？說法亦有觀自性，是誰說法？聽法亦有觀自性，是誰聽法呢？咁樣喺度持戒亦有觀自性，是誰持戒呢？布施放生都有觀，觀呢放生啲自性，布施啲自性，自性呢就空嘅。學道常以自性觀，即以自佛同一類。你學道你觀自性呢，自己嘅自性與佛嘅自性係相同嘅。觀自性清淨就發身而來，觀自性功德